后来继续要来关心的是，这护理师讲烧钱咧虚头路。这个护士工会统计，去年底到今年初，都有705个人离职，讲这个薪水是重要的原因。 病院内底医护合作抢救，护理师要担起照顾患者责任。病人若是有任何问题，第一时间就是找护理师。不过薪水太高，做工过所在，拢互人叫要被砍起。有点且看且走但也有在思考要离职了。确实薪水真的没那么好，因为人力不足，你照顾病人起来，你会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像是评鉴，有时候主管会安排一些事务给成员。 完成。如果需要花更多时间的话，基本上都是下班之后。爱保养支持救人性命，改面对最密码行政工会，领到薪水嘛，互人规工失去。卫生部统计，110年护理师的平均一年薪水超伫咧67万6，无共层级的病院一年薪水嘛真差，贵超60万到80万不等。不过护理第一线就讲到，一个月想要摕到5-6万的薪水，爱靠做面板的津贴才有机会。长期落来是。 做到系列的下课价没崩会。医学中心起薪就比较高一点，夜班费它其实会比较高一点点，一中有时候奖励金也比较高一点。眼下可以先做的事情就是，第一个稳定我们的军心嘛，不要让我们跨科调动嘛，把人找回来啊，你的3班护病比赶快入法啊，应该给我们的加班费要给我们加班费啊，然后你要减少我们做琐事啊。 护理师工会嘛要声明讲到，113年12月到381位护理人员离职，114年初毛324人歪做。卫生部提出建议，急诊3班照顾患者数会做调整，若急诊护理每班的奖励，卖比对急性一般病床，希望护理人才别流失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